来看美国史上头一个众议院的查某议长南希·佩洛西暂时宣布讲，这届任期结束了后，就无要搁选咯。2027年1月就会退休。佩洛西是来自加州的旧金山的选区，昨嘛公开6分钟的个别影片，内容是1991年伫北京天安门广场有布条，声援中国的民主运动。毛2000年伊来台湾访问，伫台湾总统府的画面。Thank you, San Francisco, for trusting me to be your voice in Congress. May God bless you, and may God bless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. 85岁佩洛西切人用将近6分钟长的个别影片，向服务38年旧金山选区民众宣布，这一届任期结束了，伊要搁竞选连任。这位民主党阵营的铁牛仔是美国史上第一位众议院女议长。在4任总统内底，伊做2任的议长，在众议院内底领导民主党议员20年。I mean, truly a history-making speaker, but also a very, very effective one at a challenging time, and the body will miss her. 佩洛西推动的法案有乌基健保气候变迁立法加基础建设专案，佮2败主导对川普国会弹劾案，前2次加州进行的特别选举。选区中会50号提案公投，佩洛西也是重要的幕后推手。2019年，川普伫国会发表国情咨文，佩洛西伫后边抓到演讲稿的这一幕，佮正做美国政党政治走向两极化、最会不容的经典画面。Nancy Pelosi's retiring. I think she's an able woman. I'm glad she's retiring. I think she did the country a great service by retiring. 旧金山选区欢迎选民真多，美中台两岸关系基地也常常因看到佩洛西的身影。1991年，伊伫北京天安门广场有布条，相反中国民主运动甲2012年访问台湾，伫总统府得到特种大綬庆勋勋章，授勋的历史画面拢出现伫伊个别影片内底。公司新闻王慧文报道。